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 Watson Sour 學酒學酒。今集我哋要講嘅係黑葡萄品種 Syrah。咁究竟 Syrah 呢款葡萄源自邊一個產區 ？Syrah 同 Shiraz 係咪同一款葡萄？佢哋分別有啲咩特性？咁想知道更多嘅朋友就要繼續睇落去啦。仲要記得 share 呢條片俾你嘅朋友，一齊用5分鐘學識一個葡萄品種。要開始介紹 Syrah 就一定要先講佢嘅歷史。坊間上有關佢嘅來源地都有好多唔同嘅講法，但以 DNA 分析嘅話咧，呢一款葡萄係一款 crossing， 即係混種。咁由法國南部古老葡萄品種 Durexa 同埋阿爾卑斯山嘅白葡萄 Montes Blanches 雜交而成，並由18世紀開始喺法國嘅 Rhone Valley 興起，至今咧仍然係當地最主要嘅紅葡萄品種。喺18世紀早期，蘇格蘭葡萄栽培學家 James Busby 將第一批嘅 Syrah 葡萄枝由法國引入澳洲，並將葡萄枝命名為以下呢兩個名。所以 Syrah 同 Shiraz 其實係同一款葡萄品種，但係喺不同嘅產區種植、氣候、土壤同埋釀造方法都會有唔同，從而會有唔同嘅風格。所以及後其他產區咧會沿用呢兩個唔同嘅名去表達翻酒款嘅風格。咁究竟 Syrah 同 Shiraz 代表緊啲咩風格嘅酒款呢？ Syrah 又或者 Shiraz 都係一款厚皮嘅黑葡萄品種，需要温暖嘅氣候先可以熟成嘅葡萄。釀造出嘅酒款通常有住中至高嘅單寧同埋酸度。北龍 Lothlorien 有住温和嘅氣候，做出嚟嘅經典 Syrah 通常有更加多嘅泥土氣息、鹹味同獨特嘅胡椒味，帶有黑莓、梨同埋橄欖嘅味道。酒體同結構方面咧，就通常更加完整，單寧更高，並且能夠長時間陳年。同一啲暖啲嘅產區，例如喺澳洲做出嚟嘅 Shiraz 會有更加濃郁嘅黑果味，例如係藍莓啊、黑莓啊、梨等等。有時仲會伴隨着黑朱古力同埋煙燻肉嘅味道。酒體同結構方面，整體會比 Syrah 更加飽滿、成熟同埋辛辣。所以坊間會將一款葡萄以兩個唔同嘅串法去表達其風格，或者分新舊世界嘅差異。舊世界方面 ，Syrah 係北龍唯一嘅合法黑葡萄品種，通常都係釀造單一葡萄嘅酒款。而喺北龍最北邊嘅產區 Côte Rôtie AOC， 傳統上會加最多20% 嘅 Viognier， 令酒款除咗有黑胡椒同黑果嘅風味之外咧，仲會帶啲花香，整體上個質感會比較優雅細緻。南龍 Southern 亦都會種植 Syrah， 但係通常就係 Blend埋Grenache 同埋 Mourvedre去做一個 GSM Blend 嘅酒款，去帶俾佢哋顏色同埋單寧。新世界方面 ，Shiraz 係澳洲最主要種植嘅葡萄品種，種植面積高達4萬公頃，分佈喺全澳洲不同嘅地區。主要釀造 Shiraz 嘅地區有南澳嘅 Barossa Valley、Eden Valley 同埋 McLaren Vale， 新南威爾斯嘅 Hunter Valley 同埋維多利亞區嘅 Geelong。以下落嚟就等我介紹下8款嚟自不同國家嘅 Syrah、Shiraz 嘅代表作。首先舊世界方面有法國北龍 Domaine Pierre-Jean Villa Côte Rôtie Carmilla 2021年。莊主 Pierre-Jean 希望以真實咁反映北龍嘅風土特性，所以採用不干預嘅釀酒方式，真實反映 Rhone Style 嘅 Syrah 風味。意大利 Tuscany La Marchioli Sciurial 2020被 Warburg Picardi Wine Advocate 評為無可挑剔嘅優雅，有住深色水果、烘焙黑朱古力、香料、烤肉、白胡椒同埋鉛筆碎嘅香氣，令人回味無窮。而南非嘅 Passe Limbat 2022年咧，有黑莓、黑醋栗、紫羅蘭同埋香醋嘅氣息，層次分明，係一款令人着迷嘅 Syrah。美國 Dumont 亦喺 Watson River Valley、Wild Mountainside 做出濃郁黑果香、複雜有深度嘅 Syrah。紐西蘭 Craigie Range 嘅 Lasault 2022年咧，同樣要表達出純正有層次同埋優雅嘅 Syrah。智利 Coonawarra 酒莊喺2021年首次推出 Côte de Lucan， 咁佢係100% Syrah 嘅酒款。咁佢一推出咧就即刻獲得 James Suckling 評為滿分酒。濃郁嘅葡萄酒融入咗薰衣草、鼠尾草、乾白花香、黑莓、焦油、胡椒同埋黑甘草嘅芬芳。最後有2款位於澳洲不同地區嘅 Shiraz 酒款，咁包括係 Buchenroot 嘅 Graveyard Vineyard Shiraz 以及 Deringburg 嘅 The Dead Arm Shiraz。產區同釀酒方式不同，令風味上都截然不同。
而我哋喺10月20號到24號會舉辦每2年1次嘅 Watsons Wine Week。咁喺1個禮拜內咧，會有多達30個唔同類型嘅 Masterclass 同埋 Wine Dinner，覆蓋100多個我哋嘅品牌，仲有酒莊代表同你親身介紹唔同嘅酒款。咁其中一個 Masterclass 咧就會係 Shiraz versus Syrah， 會 feature 晒上面講嘅唔同嘅酒款。有興趣參加嘅話，記得撳翻入下邊嘅 link 報名啦。今集就講到呢度，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Watsons Wine 嘅 YouTube channel。咁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